1956年完工的新竹老湖口天主堂，当年由意大利籍神父满斯谦精心筹建，垂直分割的线条衬托教堂的崇高神圣。这里也是新竹县内的历史建筑，大门平台与2道阶梯形成壁龛的空间，巧妙地奉制圣母像，成为教堂焦点。满神父的父母亲捐献的钱，所以用来盖这个教堂，所以他跟本地就是老街的人就会有一种很紧密的关系。多年来，老湖口教堂抚慰许多在地人的心灵，而告解室更发挥教化人心、劝人向善的功能。教友们来办告解，寻求良心的平安，要有良心，二有两行，二有两行。满斯谦神父积极融入在地客家文化，也学会流利的客语。为了宣扬客语，他编撰全台湾唯一并且已经绝版的英文客家字典。对于想学习客语的外籍人士来说，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。他写这个字典，除了要保留那个音之外，很重要是要给其他外来的传教士、后来来的人可以学客家话更方便。满斯谦神父以另一种形态深入客庄，异国文化与客家的交融，在天主教与客家庄的相遇的空间里默默展现。虽然满斯谦神父于民国89年离世，教堂也随着老街凋零荒废一段时间。如今老湖口天主堂依旧秉持满神父在地化的精神，与湖口当地生活更加紧密结合。上课喽！愛有良心，愛有良心，愛有良心。